听船长讲，新船要落水的时阵，拢爱做一个大鱼旗来祝福这只船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咱呢特别嘛做一个咱大港的台湾的大鱼旗，来看做了安怎？一次，要了，搞炸！哇，这是恁的工作室。对啊，阮即摆咧做大鱼旗。对啊，这是阮的师傅，即摆咧做鼓啊。咧做鼓。咧画图是淑文，你这个看哦，这就是咱大港的台湾的大鱼旗。哇，大港的台湾哦，真水。但是即马看有小可还袂上色嘛，即马大概也是几成？进这个家差不多7成。哦。嘿，这个家阮差不多开两工的时间。嘿。就是咱即届有对即个妈祖去海上巡香，听船长讲，新船要落水的时阵，船长一定爱挂即个大鱼旗，就讲祈求讲会平安顺风顺水。即个由来大概是啥？是咱旗仔的文化是大概是日本时代传入来的，伊是一个祝福的意义啦吼。但是咱船啊做好了，伊拢有一个浸水大典，伫浸水大典的时阵，迄个传东家的亲朋好友拢会送伊一个旗仔。以前踮伫咧打狗港遮，新船做好若要落水的时阵，船顶的旗若插愈济，就表示船头家的人缘愈好。而且大鱼旗的图样甲文字，实在也拢有特殊的意义哦。一般大鱼旗顶悬拢会写满载，就是咱希望咱这船只即抓出去拢会当丰收，会载到足甜的安尼吼，满载意。有时会写大鱼，大鱼是有3点水咱希望就是咱的丰收的意思，毋是敢若要掠一尾大鱼的意思安尼。加3点水就讲足济鱼会当做伙。你会讲看咱的满载字队有啥物无共无？对啊，我看这。碰是满载这个载无这个人字旁，哪会加一个人字旁？是安怎？你想看觅？我有啦，应该是讲爱甲人做伙载转来。是咱渔船出去丰收就好诶，人嘛是爱平安载转来，所以就是鱼仔甲人拢爱载转来咧，所以会加一个这个人字边吼。老师，我敢袂当试看觅？会使啊，我互你画迄个满载满。你讲真好画学诶，安尼画。唔对就看袂出来。咱莫伤重，莫伤重。嘿，直直落安尼就好啊。你讲直直落。好，安尼我要来哦。好。你敢知影？手工的大鱼旗一面要做，就要用去1礼拜呢。嘛就是因为真了工大家后来拢改用现代印刷品较济。较早台湾的渔港四界拢看会到手工的大鱼旗，即马是愈来愈罕你看到咯。就讲水落尾无够，敢会当搁运？会使，咱当个话无全部打的时阵，咱搁继续补一下是会使。一画一画用手工来彩色，我才知影讲哇，要画大鱼旗是这尔有路，而且上届交工的搁毋安尼，这事情的准备原来是搁较复杂。阮即马要来做画图的这种鼓啊较早传统的做法就是安尼。咱会使请伊年来介绍一下，这成分是啥物？这传统的做法，有米糠，加石灰，卤米粉的时阵是爱加水落去煮到像咧麻糬共款，然后有这种粘性出来，两个都会当加做伙。加做伙就是要试看卖无？你讲搞这个下入去内底，下入去内底一直搅拌。好，但是这看起来这是足古老的方法，恁是安怎知影讲会当安尼做？其实阮较早咧基丁遮高雄港遮咧做调查文化的调查咧访问遮的老人知影讲咱基丁有即种新船落水会挂这旗的文化，我就想讲咱有机会会使访问即种老的职人会使请教，我就访问一个柯师傅伊就甲我讲足济，我就写了的文章就寄互伊看，要寄互伊看，我就打电话甲伊联络，迄阵就是因太太来接电话，伊就讲你毋知影吗？柯师傅1个月打造过身。是哦。对。伊只听到师傅过往的消息，心肝头是搁较坚定，一定爱把这个打狗港的传统保存落来。毋才会专工走对日本去，制作大鱼旗的技术，规套拢甲学倒转来。要画迄图伫布顶悬，就要摕一个
装主力锅啊的，拉花嘿，对对。这敢是即马拉花用的迄对种。好，安尼嘛试看卖。对，我手会错。会拢会。那师傅来写，直接刻咧写就出来啊。啊，恁拄开始是恁本来就学这吗？阮嘛是拢学美术无设计设计，因为我看恁讲拢足少年的，就是讲，互我就感觉讲，就像即马少年一辈对这有兴趣，啊有想法，啊就甲遮个艺术传落去好，搁较侪人知影。对，因为即个文化伫台湾差不多嘛百档啊吼，那嘛有甲日本甲韩国拢无共款的迄种样子。啊，我就希望讲，即个文化伫台湾有一个吼，就大家人来重视，啊，政府嘛会使看着讲，咱台湾这有即个文化值得保留。这款对日本发展出来大戏剧，过去嘛是台湾本地的特色，就好亲像台湾这个移民的国家，有真侪无同的民族的百姓来到这定根生态，甲家己故乡的文化继续踮伫这发展，相信这就是台湾的精神。